屬狗嘅朋友嚟到馬年咧，算係相當唔錯嘅，因為狗同馬本身係好朋友嚟㗎。當你同太歲係好朋友，做嘢自然順利啲啦。我哋今年咧有幾組嘅吉星喎，包括住三台星，三台就好似樓梯階咁，步步高升，所以今年事業運、愛情運或者財運都有進步嘅空間嚟㗎。另外有地解星，代表住搬遷啊，無論你工作嘅地方或者住嘅地方，今年都有機會喐動㗎。另外仲有華蓋喎，華蓋係皇帝出巡時嘅天蓋，呢一個係一個好靚嘅羅傘，代表住你嘅才華係俾人欣賞。但係華蓋呢個星咧係幾孤單嘅喎，代表住咧冇乜人咧係同你做朋友，所以華蓋係不利桃花㗎。至於凶星方面，因為有五鬼星、官符星，五鬼係疑神疑鬼啊，有呢個星嘅話咧，伴侶嘅溝通咧，我哋要特別留心啦。官符顧名思義係代表住官非啦。今年文件合約嘅嘢睇清楚少少，當你遇到呢方面嘅問題咧，記得請教一啲嘅專業人士，咁就避免咗一啲嘅官非訴訟啦。